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啤啤，今日整冬瓜粒湯飯。大熱天時冇咩胃口，整呢個消暑湯飯，大人細路都鍾意。我哋而家即刻開始啦。呢度有6粒乾瑤柱，用細嗰啲就可以啦，用最細嗰啲扇貝都可以。我哋用熱滾水浸半個鐘至1個鐘。其他材料仲有冬菇8隻、雞腿2隻、冬瓜1磅半、蝦米仔1湯半匙、幾塊薑片、2湯匙蔥花、1碗急凍蝦仁。蝦仁用水浸一陣就解凍。雞腿圈啲肉出嚟，雞骨可以放埋落去一齊煲。我今次冇放到，醃咗佢做第二日早餐通粉嘅湯底。雞肉切開細細粒，醃雞肉有1/3茶匙嘅糖、1/4茶匙鹽、1茶匙生抽、1茶匙粟粉，撈勻佢備用。冬菇浸軟之後揸走水分，冬菇水要留起。將冬菇切開細細粒，蝦仁解凍之後切開細粒。冬瓜切去囊同核，然後切去皮，再切粒。蝦俾1/4茶匙鹽同埋少少胡椒粉撈下。蝦米仔呢啲細細隻，用水沖下就用得啦。瑤柱浸咗1個鐘之後，用手捽爛佢，落少少油喺個湯煲度，放薑片，用中大火煎香佢哋，然後放冬菇、瑤柱，瑤柱水要留起。放埋啲蝦米，用大火炒香，然後推埋一邊，落少少油，放啲雞肉落去，煎下啲雞肉。放一半嘅蔥花。繼續翻炒，炒到雞肉轉色之後，落大概4杯熱滾水，倒埋啲瑤柱水同埋冬菇水，最後嗰啲唔要。呢度大概有6杯嘅份量。冚蓋煮滾之後，落冬瓜，再滾起之後，再冚蓋用細火滾8分鐘。8分鐘之後試下個味，放埋啲蝦仁落去，轉大火滾返起去，滾到蝦仁熟就做好㗎喇。最後放埋啲蔥花。有冇記得撳掣煮飯呢？湯飯當然唔少得飯啦。呢個湯飯好鮮甜，
好清新，好啱夏天嚟整。希望你哋都會鍾意。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幾個家常菜嘅食譜，未諗到想食咩好，煮咩好，可以隨時上嚟睇下。未訂閱嘅朋友，歡迎訂閱撳鐘仔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同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